想休，谁都不要放弃。
宝弟过来，阿妈这边来，来，阿妈抱，来，阿妈抱。哎呀，阿嬷很想他哦，好想哦。又过了好几个小时，天都黑了。我们今天，阿嬷，你喜欢现在宝弟的造型吗？喜欢啊。那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哦，现在哦，看得比较舒服哦，很有精神哦，很有精神的样子哦。嘿，好啦，我们今天宝弟的一天非常成功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下一次你有什么任何有关于宠物啊相关的议题想要看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。好，大家拜拜。谢谢，宝弟也很喜欢的哦，宝弟也很高兴哦。对。